新来个上任第5天，行政院长杜英泰甲内政部长刘世芳来到刑事局，听打击诈欺犯罪中心165反诈骗专线报告。杜英泰呼吁立法院要赶紧处理打击诈骗司法的修法甲立法，让政府会当遵照法律来保障百姓安全甲财产。 2台中一稳扑人的事件当中，勇敢压制凶险的这位长头毛的少年家，说有诈骗集团利用伊的名义要甲人拐钱。刑事局和台中刑大共同侦办，拜时掠到嫌犯宣布破案。为着要打击诈骗，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，已经有向韩国瑜要求赶紧处理打击诈骗司法的修法，也有立法提案。我希望韩院长跟我一起努力，把打诈司法通过，真的把福国利民的案件放在最优先。 有争议的暂时摆旁边，人民会因为这样子看到国家持续往前进，会给我们拍手的。 刑事局指出，去年针对诈骗集团的部分破案有2011件，破案率比前年成长18%，也那组织险被诈骗的金额有超过93亿，是前年的1.7倍。拜五，行政院长杜英泰和内政部长刘世芳来到警政署刑事局，听打击诈欺犯罪中心165反诈骗咨询专线的报告，麻烦为民警感谢警察的拍拼。 我们看到警察同仁们24小时坚守岗位，而且是全力以赴来投入打诈的工作。在165的专线上面，特别提供民众专业的咨询答复，而且成立了金融调阅小组，分析警示账户，找出潜在被害人，避免他们持续汇款的财产损害。那未来我们将延续新世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的目标，精进各项的打诈策略，尤其是要强化国际的合作。 行政院内政部共同呼吁，若是民众拄到诈骗，一旦卡24点钟的165反诈骗咨询专线，有提供咨询、检举和报案的服务。另外，诈骗的手法直直有新出头。杜英泰表示，未来若是打击诈骗司法通过，政府就有更较好的法律工具来保障民众的安全和财产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